恭讀路加福音第11章14至23節。喺嗰陣時，耶穌驅逐一個啞魔。當邪魔離開之後，嗰個啞巴就可以講嘢啦。啲群眾都感到驚訝，但係佢哋有啲人就話啦：佢係靠魔王貝耳則步驅魔㗎。而其他嘅人想試探耶穌，要求佢顯現一個天上嘅神蹟。耶穌知道佢哋嘅諗法，就對佢哋咁話：凡係一個國家分裂內鬥，就必會成為廢墟；一個分裂嘅家，亦都會傾塌。同樣，如果撒旦亦都分裂內鬥，佢嘅國又點能夠企得住呢？因為你哋話我係靠貝耳則步驅魔。如果我係靠貝耳則步驅魔，咁樣你哋嘅徒弟又係靠邊個驅魔嘅呢？所以佢哋將會係你哋嘅判官。但係如果我係靠天主嘅手指驅魔，咁樣天主嘅國就已經嚟到你哋之間啦。當一個壯漢全副武裝守衛自己嘅家園，佢嘅財產就得到安全。但係當有一個比佢更強嘅人嚟戰勝佢嘅時候，就會奪去佢所倚靠嘅武器，將搶過嚟嘅嘢分贓。邊一個唔同我一齊嘅話，就係反對我；邊一個唔將啲人聚集到我嘅身邊，就係喺度拆散。福音反省。今日嘅福音邀請我哋反省自己對主嘅忠誠。忠誠唔單止係出席主日彌撒，而係要有一顆開放嘅心，要聆聽天主嘅聲音同跟隨佢嘅旨意。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哋，人唔能夠同耶穌同在，而又同佢保持距離。一係同耶穌同在，又或者係同耶穌為敵；一係忠誠，亦或係不忠。當我哋嘅心變得封閉同冷漠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將天主推開，冇辦法認清佢喺我哋生命裏邊嘅臨在。儘管我哋有軟弱同唔順服嘅時候，天主嘅慈悲總係喺我哋身邊。耶穌向我哋保證，雖然撒旦可能係好強大，但係天主更加強大。勝利係屬於天主，天主嘅恩寵總係勝過罪惡。正如聖保祿所寫嘅，罪惡在哪裏越多，那裏的恩寵就更加豐富。呢個應許讓我哋充滿盼望同信心。每一刻嘅保護、醫治，又或者意想唔到嘅幫助，佢哋都係天主愛心關懷嘅標記。喺信徒嘅生命裏邊，冇任何事係偶然發生嘅。我哋面臨嘅挑戰係要培養感恩嘅心，無論喺平凡又或者不平凡嘅時刻，都能夠認出天主嘅同在。耶穌經歷過被排斥，當佢行神蹟嘅時候，有啲人指控佢係借住魔王嘅能力嚟去行事。
首先，人會停止聆聽天主嘅話語，然之後開始詆毀佢，而最終冒住褻瀆聖神嘅風險，一種冇辦法挽回嘅拒絕。但係天主嘅慈悲總係留俾人留低希望嘅空間。就算我哋嘅心已經變得堅硬，天主佢仍然邀請我哋返到佢嘅身邊。天主願意寬恕，願意忘記，並且再一次擁抱我哋，讓我哋祈求打開心扉嘅恩寵，睇見天主嘅手指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動工，並且以信心同感恩嚟去回應。